好，咁咧今日想同大家講嘅講題咧係末世進程。咁樣咧就從聖經語裏邊咧，我哋知道咧，其實我已經進入末世啦。咁究竟喺末世會發生咩事咧？咁樣上帝有啲咩嘅忠告俾我哋，有咩提醒俾我哋，等我哋今日可以點樣知道點處理咧？咁樣一齊祈禱啊！主啊，呢個感謝你賜下聖經，你咧係預先已經同我哋講咗未來將會發生嘅事。今日我哋就係思想末世將會發生嘅事，願意你透過聖經俾我哋有提醒。有呢一個忠告，以才知道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呢個世界。咁就因為祈禱奉耶穌基督名求。好，咁我開始啦。好啦，咁樣咧係一開始嘅時候咧睇睇咧係咧，原來咧聖經裏邊咧有唔少經文咧，大約1/3都係預言嘅。好啦，當中有8352節經文都係有預言性質嘅，佔全本聖經嘅27%。當中咧涉及到737個主題，其中90%以上咧已經應驗咗啦。好啦，咁之後仲有10% 係未應驗嘅，而呢啲主要就涉及末世發生嘅事。好啦，咁所以當我哋去睇末世發生咩事之前咧，我哋先總覽一下究竟聖經裏邊所講嘅預言準唔準㗎咁樣。咁咧聖經嘅預言咧好廣泛嘅，包括對個人嘅預言啦，包括對某家庭嘅預言啦，包括對某國家嘅預言啦，亦都涉及到成個世界嘅預言。好啦，咁你知道某一發生嘅事，哇好多變化喎，做嘢好難啦，係咪？咁我哋睇咧，先睇太多預言睇唔晒，我哋淨係睇上帝對宏觀世界整個世界最重大嗰啲事件。如果你都做嘅，咁點啊？其他事更加準啦，因為整個世界係涉及到好多家庭、好多國家，各自有佢哋嘅情況，歷年都有好多變化，而上帝竟然將宏觀嘅大圖畫話咗俾佢聽，而係好準確嘅。咁呢個上帝真係掌管歷史㗎咯喎，係咪？好啦，咁樣咧喺聖經裏邊咧講到宏觀整個世界發生嘅事裏邊咧，有2個比較大嘅預言。第一個就係喺呢一個大嘅歷書裏面講到咧，呢一個尼布甲尼撒王發咗個夢，跟住咧佢就唔似得咗個夢，佢話記唔記咗啦？佢就話你哋啲嘅呢啲嘅名士，你哋咧係呢啲嘅術士啊，即係呢啲嘅即係指示，你哋咧就幫我解夢解得通咧就獎你，解唔通咧就要殺晒你哋喎。好啦，咁所以咧哇，你完全冇話我聽個夢係乜嘢，點解啊咁樣？佢話咧除咗上帝之外冇人可以解通啦咁樣，咁就要殺啦。但係佢話你唔好殺住，咁我祈禱，咁咧上帝同佢講咗究竟個夢係講乜咧咁樣？呢個尼布甲尼撒王咧好成係咪？我講俾你聽個夢係乜，你可以做到天花龍鳳，解到頭頭是道。我唔知你真定假。我唔話俾你聽我咩夢，你話俾我聽我咩夢，話俾你點解釋，咁就準好多啦，係咪？好醒你。好啦，咁佢就發咗個夢啦，就見到幾多個巨型嘅大象即係一個人像咁樣啦，頭係金嘅，胸膛咧係銀嘅，腹咧係銅嘅，腿係鐵嘅，即係有4部分。OK， 好啦，咁咧除咗尼布甲尼撒王發夢之後咧，但以理自己發咗夢喎，就夢見4隻手。好啦，咁我哋一陣睇一睇，原來咧佢就解俾尼布甲尼撒王咧聽咧，就係話王上帝已經指示咗你，由你開始直到世界末日4個最重要嘅帝國。當然仲有好多嘅，因為之後咧出咗耶穌降生啦，天國已經降臨啦，咁所以咧佢就呢度咧已經係停咗一部分啦。好啦，咁我哋睇睇咧點序講法咧咁樣。一開始第一個國咧就係尼布甲尼撒嗰個新巴比倫國，咁佢話咩咧？佢係頭嘅代表係金啊，咁呢個咧係代表獅子有鷹嘅翅膀嘅。好啦，咁呢一個嘅尼布甲尼撒王咧喺626年呢個叫做新巴比倫帝國，咁咧626年建立嘅主前。好啦，539年咧被波斯滅咗，咁呢個咧就霸佔中東全世界好多地方㗎。佢主要唔係講中國，唔係講印度，係講中東，因為佢哋嗰陣時係中東發生㗎咩？咁中東呢度咧第一個帝國係巴比倫帝國，其中一個係尼布甲尼撒發動嗰陣時，佢就係呢個國家帝國主人啦。之前有好多事發生嘅，之後好多發生嘅由佢開始，呢個就係金頭。好啦，跟住咧預言第2個國家係咩啊？就係呢一個銀地喎。胸膛有2隻手嘅，咁其實係點樣咧？就係原來咧喺公元前550年咧，波斯帝國嘅古年2世佢就同馬代呢個國家結盟，2個王國合併，咁就代表兩地連馬胸膛咪？好啦，跟住咧喺539年咧就滅咗巴比倫國。好啦，咁佢咧成立一個大帝國，大過巴比倫係滅咗3個國家嘅主要，仲有好多國家當然，主要大3個，埃及啦，係嘛？巴比倫啦。
呢個巴比倫啦，同埋呢一個呂底亞。咁佢就變咗3個主要嘅大帝國嚟到建立嘅，所以就係胸含住3嚿骨頭啊！即係呢個嘅嗱咁啊，呢個就係尼布甲尼撒王嘅墓，呢個就係呢一個嘅但以理之墳墓。咁啊，咦？第二個覺得都似模似樣喎，真係第二個出現咗呢啲嘢喎。即係講咗好難做嘅喎，因為涉及咁多家庭、咁多地區、咁多年發生嘅事而做唔到呢樣嘢，係咪？好啦，咁第3個帝國係邊個咧？就係銅福啦。咁咧呢一個嘅尼布甲尼撒王嘅墳墓咧，就係第3部分係銅嚟嘅，而呢一個第二咧係豹有4個頭先嘅，就係呢一個嘅翅膀。好啦，咁啊似唔似啊咁樣？咁啊打出咧亞歷山大帝咧好犀利啊！佢20歲就承接咗皇位啊！呢個馬其頓帝國。咁啊，佢老豆係馬其頓嘅皇帝啦，佢就20歲就登基啦，23歲就換咗馬特波斯，即係統治咗呢度啦，馬特波斯。好啦，佢咧30歲咧已經建立咗當時最勁嘅呢一個嘅帝國，你睇8度去到幾遠啊？去到呢個東面啦，呢度咧係西邊啦，係咪啊？去到呢一個嘅希臘係咪？因為埃及喺呢度嘅埃及。好啦，佢咧10年就統治咗咁多地方。好啦，咁佢咧出名係行軍快速嘅，一去到打贏㗎啦。咁所以咧見咁多地方，呢度就有個路線圖啊，點樣打嗰啲係翻嚟。好啦，但係32歲咧就駕崩啦。好啦，咁佢32歲駕崩，由於佢冇成繼人，咁所以咧佢個帝國嘅總督就喺處內戰爭住皇帝。好啦，咁樣咧就40年之後咧就形成咗4大帝國，分咗4份啊，因為冇繼承啊嘛，佢就啲自己將軍互相。即係打天下，咁就即係自己霸個地方，咁啊變咗點啊？嗱，炮代表快速啊嘛，佢就係一個好快速10年就建立咗個當時最勁嘅帝國。好啦，跟住咧有4頭4翅，就係後尾分裂咗4個頭、4隻翅膀，呢就好似喎咁樣。好啦，跟住咧下一個帝國係邊個咧？就係羅馬帝國啦，就係耶穌出世嗰個年代，就係羅馬帝國啦。繼希臘之後咧就有一個統一者，咁咧。呢一個嘅尼布甲尼撒發咗咩夢啊？就係隻腳啦，腳有2隻嘅，係嘛？呢隻腳嘅。好啦，咁樣咧就咧，跟住有10頭啊咁樣，講乜咩咁樣？咁大家知道羅馬帝國啦，後尾分裂咗東羅馬、西羅馬。咁咧東羅馬就喺呢度啦，係咪啊？東羅馬呢度。咁樣咧佢就好強勁㗎，後尾咩土耳其啊，係咪有成好勁㗎？呢度好強盛下嘅。咁但係大家知道咧，西羅馬帝國咧沉淪佢就分咗咗個格位散晒啊！整個歐洲咧互相打仗打到散晒。咁所以話咧一半係鐵，一半係泥，咁一半咧係好強盛下嘅，呢度仲好強盛嘅東羅馬帝國。咁咧西羅馬就散晒㗎，就比較弱，係嘛？咁呢個分都唔夠弱咁樣。好啦，咁樣咧咁跟住講嗰啲嘢就已經唔見有呢事發生喎。咩有10隻角咩有第隻獸啊？但以理見到第隻嘅獸咧，就有10隻角嘅，其中咧再散多隻角出嚟，就推翻前3隻角，連得埋尾。咁樣咧就講緊，咦？第4個唔似喎，東西羅馬咁樣。嗱，因為咧跟住天國已經講完啦，耶穌出世啦。好啦，咁樣咧，而咧上帝咧講嘅預言咧，佢唔會，因為係歷史書嘛，佢咪由頭講到尾乜都講晒嘅。好似講推羅城嘅發展，佢先講咧會俾人毀滅屠城咁樣住咗。嗰陣時咧係巴比倫帝國發生嘅事。好啦，跟住200年之後咧，亞歷山大帝再去攻呢一個推羅城。就將佢所有嘅木頭、石頭、沉到抌晒落海，因為呢個事發生咧好多成新嘅事，咁佢唔係歷史書嘛，佢會由頭講到尾㗎，佢即係中間跳住嚟講嗰啲重大事件，咁所以咧由羅馬帝國開始，直到佢末世咧，仲有好多事發生嘅，咁咧佢咧即係跳咗嚟講，呢個咧就係羅馬帝國耶穌出世之前產生羅馬帝國啦，耶穌出世之後死咗之後咧就分裂咗啦，然後發展到去末世咁呢度咧。講緊咧就係末世發生事，因為中間發生好多事嘅，咁你跳咗去講末世。好嗱，咦好準喎都係嘛？佢講咗宏觀地整個世界，佢主要講中東地方發生緊嘅幾件大事。好啦，咁講到話而家係講到末世，話明末世係世界末日喎，咩末日啊？即係死好多人啦，好痛苦好慘啦。咁所以咧，你見到聖經講末世之前咧，啟示錄咧一開始咧，佢就講嘅，因為冇詳細講。呢一個嘅末世發生嘅事，一係做講。好啦，咁樣咧，一開始未講末世之前咧，聖經就講咗天上有敬拜。原來世界發生好多好震撼嘅事件，但係記住天上係敬拜上帝，
有一個大寶座喺上高。咩寶座啊？即係話其他人臣服嘅，其他人拜佢嘅，掌權嘅係上帝。所以末世會發生好多事，佢一會話俾大家聽。而講俾你聽之前，上帝俾你清楚知道邊個係掌權。好啦，咁我想大家咧係咁我哋就跟住一齊輪流讀啊，咁我先讀第一節，跟住咧姊妹讀第二節，第二節讀第三節啊，一齊講。好啦，第一節講咩咧？佢話你上這條路，佢同呢一個嘅係約翰你上呢度，我要將此後發生嘅事話俾你聽。咁約翰咧即刻俾聖靈感動，就見到一個寶座喺天上高，有一位坐喺寶座上嘅。佢就係掌管整個宇宙最高權柄嗰位。好啦，咁啊，姊妹開到呢段。四個活物晝夜不住地説：聖哉，聖哉，聖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後永在。24位長老俯伏敬拜説：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配得榮耀、尊貴、權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好，呢度講到咧，原來咧上高係敬拜緊邊個啊？坐喺寶座上嗰個係點解值得我敬拜？原來佢係全能嘅神嚟㗎喎，佢仲創造咗我哋喎，所以佢係配得我哋全部來自佢嘅，佢係配得榮耀、尊貴同權柄嗰位。好，跟住咧仲有另外一個敬拜緊嘅對象喎。好，第二個係讀呢段啦。羔羊站着，像是被殺的4個活物和24位長老唱新歌説：被殺的羔羊配得權能、豐富、智慧、力量、尊貴、榮耀、頌讚，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各語言、各民族、各邦國中買了人，使他們歸於神，又使他們成為國民和祭司，歸於我們的神，他們將在地上執掌。好，原來咧上帝三位一體嘅。好啦，除咗神好配得我哋敬拜，係佢創造多地，佢係掌權嗰個全能上帝之外咧，另外一位企喺隔離嗰個就係羔羊喎，羔羊就係耶穌基督啊，講我哋死喺十字架上。好啦，佢係用佢嘅命啊買咗佢翻嚟嘅，係咪好值得我哋敬拜咧？因為佢用佢嘅命去換來翻嚟，佢上帝俾咗權力佢，將佢掌管皇權啊，掌管呢個世界。咁話你見到咧，佢哋咧係敬拜啦，哇你好配。係因為你用命換來翻嚟嘅，你係配得權能、豐富、智慧、力量、尊貴、榮耀、頌讚。唔單止四活物，唔單止24位長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天地間，所有一切被造之物都應該説：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神同埋羔羊。好啦，直到永永遠遠啊！燒文就話阿門，大家都話認同阿門咁樣。好啦，原來上帝講俾約翰聽，末世將發生事之前咧，佢話俾你聽，呢個世界將發生事都喺上帝掌權當中。好啦，咁跟住發生咩事咧？我哋睇下個時間表。好啦，咁一開始幾時好似末世啊？有徵象嘅。好啦，咁一開始咧，末世話俾你聽，將發生嘅事啊，咁樣會詳細講嘅，先睇個時間表先。我有徵象發生嘅，哇！會點啊？呢樣戰爭啦、饑荒啦、瘟疫啦、地震啦、假天使啦。越嚟越頻密，越嚟越嚴重。因為上耶穌咧，當時門徒問耶穌：末世將發生咩事啊？耶穌同佢講：會發生啲事。佢話呢個事咧就好似婦女臨產前要生個 B 出嚟，因為要出現末世即係要陣痛啊，痛得好犀利啊，跟住生啊。咁婦人要生仔之前係點啊？會逐漸出現陣痛，跟住越嚟越頻密，越嚟越嚴重，最勁嗰一刻就生個仔出嚟啦。咁所以最後一出現末世啦。好啦，我哋咧睇下咩事咯。好啦，咁末世嗰陣時咧，上帝會將福傳俾天下，話俾你聽有咩事發生，要快信耶穌啦咁樣。上帝講全福音，話晒俾成人聽，你哋好快信耶穌啦。好啦，跟住點咧？咁點解會發生世界末日啊？點解會世界大戰咁樣？原來將會有一位領袖出現，呢位領袖係好有權勢，能夠迷惑眾人嘅。咁呢個叫敵基督，一陣間睇睇佢嘅詳情。哇！將來有個好重要嘅領袖出現嘅，呢個敵基督係乜水咧咁樣？好啦，呢個敵基督咧，佢咧係會將同好多國家簽訂和約，係嘛？已經好多人同佢結盟嘅喎，好多人咧係真係要同佢話做好多生意又好，做好多嘢結盟嘅。好啦，其中一個重要咧，去同以色列結盟，就係點啊？同以色列立咗和約，
就俾佢重建聖殿。如果大家知道咧，聖殿而家嘅位置咧係一個回教嘅即係教寺嚟嘅。咁點解要重建聖殿咧？咁有事發生咧，而家咁就睇下咩事發生啦。好啦，咁3年半之後咧毀約，簽咗和約，同以色列簽咗7年和約咧，其中頭嗰3年半係遵守嘅，3年半之後就毀約，原來自己稱自己上帝，禁止聖殿裏面獻祭，佢自己坐喺聖殿裏面話自己神，呢啲基督自己話係自己神。好啦，咁跟住咧點啊？跟住咧佢就開始逼迫信徒。因為我係神嘛，你哋拜上帝，咁梗係逼迫啦。好啦，同埋咧佢咧統治整個世界嘅金融世界，咁佢咧就咧有嗰個叫受印記，一陣詳細講受印係咩樣。好啦，咁咧有印記先買賣，唔冇開印記就唔可以買賣。好啦，咁同埋咧逼迫所有信徒。好啦，咁咧將會上嘅懲罰佢就會出現大災難。大災難之前咧會有信徒被提，呢一個係講緊信徒被提咧有唔同嘅學説嘅。我哋講緊係災前被提論，比較多科學派學者接受嘅一套，就係喺大災難前，信徒係會被提咗，免受呢個大災難嘅。好啦，咁正話講咗啦，福音已經傳遍天下嘅喎，你點都唔肯信，冇辦法啦，咁你真係要承受大災難。好啦，咁樣咧就真係聖徒被提啦，免受呢個大災難啦，留低咗2個見證人，佢哋就繼續傳福音。好啦，咁佢哋咧好有權柄嘅，應該咁講。佢哋會傳福音3年半，正話講咗毀咗佢3年半，佢哋就喺毀約之下咧發生大災難期間，周圍傳福音，將會有好多人信耶穌，因為見到突然間1半人上天堂喎，睇咗佢喎，咁仲信，都好多人信嘅。好啦，跟住咧佢哋咧用好多災難，咁當然啦，到時有好多逼迫好多嘢啦，係咪？好啦，咁樣咧跟住咧2篇大説啦，一唔詳細講2篇嘅。好啦，大災難咧有7日啦、7號啦、7碗，咁就係越嚟越嚴重嘅大災難咧，唔詳細講。好啦，跟住點咧？就係、是、最終嘅神咧，就係咧安敵基督就慫恿全球嘅國家就去集合去攻打以色列。究竟以色列做咗咩事，令到全球打佢咧咁樣？咁唔知啦，到時講。冇講性啦，一陣間去睇下個過程發生咩事。就喺哈比吉多頓呢個平原去打仗嘅。好啦，咁當時咧唔係一個常規戰爭，因為我哋拒絕，即係耶穌早年會回歸㗎嘛。佢哋知道耶穌回歸就會打㗎啦。咁所以敵基督咧就會同回歸基督決戰嘅。咁當然梗係唔好打啦。基督會騎住白馬降臨，打住天軍降臨啦。好啦，咁就會擊敗咗列王，就基督同假先知會被殺，抌入火湖裏邊。好啦，咁火湖就係地獄啦，抌落去。好啦，咁撒旦咧會被捆綁1000年，抌咗喺無底坑裏邊。好啦，咁樣咧聖徒咧同基督就會作1000年，詳細再講。好啦，咁跟住咧1000年之後咧，撒旦被釋放。咁我哋咧就點啊？就咧迷惑當時嘅人，因為仲有個人未死啊，除咗同埋佢著緊作權咧，都仲有人信佢嘅，都唔知點解。人就係咁多半盤啦。咁好多人咧係點啊？就即係出現咗最後一次戰爭。咁咧就跟住咧就即係殺晒啦。跟住就撒旦就俾落火湖裏邊啦。咁從之後咧，火湖就係落地獄裏邊啦。好啦，跟住大寶座降臨，所有死人復活，接受審判，跟住咧就會新天新地降臨。神與人同在，佢就唔再死亡、悲哀、痛痛啦。咁呢個就係個進程唔一定準確㗎，因為聖經裏面咧係我哋冇人係先知，即係上帝講咗俾我哋聽啲事，但係個過程係點，我哋即係其中一派嘅睇法，好多唔同嘅睇法嘅。OK，咁我即係講我自己覺得比較接受到嘅睇法啦。咁我就咁樣講，就真係係點就即係到時發生先知啦，冇人知啦。我唔係假先知。即係我話俾你聽，我啲人唔一定準嘅，即係我話俾你聽，聖經講啲咩你要睇啊。好啦，咁咧我哋跟住講個進程大概係咁啦。咁個 detail 就係點咧？好啦，咁我哋逐個講喎。好啦，咁我哋正話講第一個 detail 就係講咩啊？就係我點知發生末世？末世都有徵兆啦，係咪？咁上帝就話俾佢聽咧，末世之前咩事發生？佢知道好似末世咧，就對應到末世咧。耶穌當時教3年坐住，門徒就走嚟問耶穌：請你話俾我哋聽，喺咩時候會出現呢啲嘅末世事件啊？你嘅降臨同世界末了有啲咩預兆㗎？好啦，咁姊妹講到呢段。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為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你們也要聽見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
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原文係生產之難啦，第一次咪講咗啦，生產係點啊？係會個陣況會持續越嚟越頻密，越嚟越嚴重。好啦，咁佢將話咩咧？有咩時候有人冒病係解幾多？將會越嚟越嚴重，越嚟越頻密。好啦，將會有打仗、饑荒、地震。好啦，咁樣咧呢啲事咧去到最高峰嘅時候咧，係嘛就生產啦。好，跟住就係講到啦。這天個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國見證，然後末期才到。進入末世將會發生好多苦難之前，上帝嘅福音要傳遍天下，話咗俾你聽啦，提咗你哋啦，你要快啲信啦，你再唔信就冇得救噶啦，你要接大災難噶啦。好啦，咁我哋先睇下咧嗰個嘅發展咯喎。咁我知道歷史發記咗好耐啦。咁之前嗰度咧呢個歷史維基百科就揾到17世紀一個人自稱係基督。好啦18世紀2個，19世紀9個，20世紀要睇住19年代啦，1900至到1901至到1999年。20世紀咧就嘥一個，21世紀就係呢一個嘅21世紀即係進入咗而家啦。咁我咧頭嗰10年有12個，咁頭嗰20年嘅，我哋2026年啦。咁咧就一係12個啦，咁乘以5倍啦，咁就應該60個。好啦，咁所以見到咧越嚟越多人咧假稱自己基督，譬如韓國都好多假到自己基督啦，最近啲係咪？咁越嚟越多啦。好啦，假基督第一個發生啦。第二個就係戰爭喎。好啦，呢一個咧係咩咧？就係一個嘅戰爭嘅死亡率，每一點係代表有戰爭，呢個係個時間。咁你見到咧啲原點係咪越嚟越多啊？即係話咧每一點就代表一個戰爭，一個地理嘅戰爭，越嚟越多戰爭。跟住點啊？係越死得越嚟越多人，圓圈嘅大細就係死嘅人數。好啦，呢個嘅頻率，呢個係威脅嘅，就係每10萬裏邊你話死好多人，因為好多人打仗係死好多人㗎啦。咁但係佔嘅比例係幾多咧？每10萬人裏邊有幾多人死？譬如呢個10萬人裏邊有2000人死，明唔明啊？個比例係個死亡率越嚟越高，死亡人數越嚟越多。咁你見到個嘅戰爭嘅頻率越嚟越多，越嚟越嚴重啦。呢度係講饑荒啊。好啦，咁呢度咧第5世紀，大家知道14年代啲歷史一早有㗎啦，所以係記錄得好清楚嘅，好得嘅係咪？好啦，咁咧15世紀6次，16世紀10次，17世紀25次，18世紀28次，19世紀30次，20世紀46次。好啦，咁咧21世紀即係話而家我哋進入2026年打定，咁咧頭嗰10年13次。好啦，咁如果成多10倍，因為如果記載唔全部都2026年啦，你10次，咁就係點啊？130次。OK， 咁你諗住啦，饑荒越嚟越嚴重啦。而家以美伊戰爭咧嚟緊會好嚴重嘅失守，即係因為冇飛天料會好嚴重啦，將會個糧食價格暴漲到緊要。好啦，呢度咧係講地震，就係啦。好啦，呢度咧係1902年，呢個向下睇嘅，呢個2021年之後就好啦。咁每一個圓圈代表一次地震，有記錄嘅8級以上地震，地震成日都發生啦，8級以上先記錄。好啦，8級以上地震你見到前一年好少啊，跟住係咪越嚟越多啊？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哇！你一畫就減啦。咁8級以上地震越嚟越多，而咧圓圈大細就死人嘅數量，咁你見到咪越嚟越嚴重啊？咁死好多，咁所以真係喎，你見到係越嚟越頻密，越嚟越嚴重。好啦，咁所以咧就係踏入緊末世啦，即係度。好啦，呢度咧18年先26次。好啦，10年16次，10年35次。跟住咧2000年開始，2000呢個會10年啦。2020年至到2022年啫，2.5年已經8次啦。咁如果乘翻10年咧，就32次啦，最大到。好啦，咁所以咧點講咧？係即係應對到呢樣嘢啦。好啦，咁跟住咧就講咗，咦，原來末日之前有好多嘅唔好嘅事發生緊喎，係咪啊？打仗啦、饑荒啦、地震啦、瘟疫啦，諸如不斷越嚟越嚴重。好啦，跟住咧正話講咗，分別傳遍天下。好啦，自從主耶穌升天之後咧，教會用咗300年，即係佢嘅逼迫信徒啦。咁咧信徒用咗300年咧，就將福音講傳去羅馬帝國。羅馬帝國全部即係做咗國教啦，咁你係咪？好啦，咁跟住咧，大家以前就係鬧啲歐洲嘅啫。好啦，去到1008年咧，開始係點啊？係宣教復興啦，宣教運動出現啦。咁所以咧，以前1000年都係留喺歐洲嘅。咁隨住大洋大航海，即係話咧咩發現新大陸好多嘅即係
呢一個西班牙啊、葡萄牙諸如此類出去即係打佔好多嘅殖民地咁樣。咁咧跟住咧就宣教士開始周圍去傳福音嚟到。好啦，接近咧用咗200年，就咧空前嘅宣教大世紀周圍傳福音。好啦，要西方教士嚟到中國嚟到係咪？好啦，咁樣咧各地教會都加入咗普世宣教行列。到今時今日啊，其實咧要接觸福音，其實已經係唔係難㗎，因為全世界啲人都有互聯網啊嘛。雖然有部分係即係封鎖咗，但係你翻牆，好多人都翻到牆㗎啦，係咪先？另外周圍好多書刊雜誌啦，另外福音廣播啦，另外好多宣教士隱蔽身份，佢仲唔懂得宣教啦，好多人真個基督徒啦。咁所以其實咧，差唔多所有人都有機會做基督教，其實有機會啊。當然好多嘅偏遠嘅山區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地方未必有咁樣。咁但係即係話啲 approach 趨向緊方便傳。好啦，咁就講到啦，要發生末世，講打仗啊，咁我而家係有個領導啦。好啦，得基督係乜水咧咁樣？好啦，咁佢咧聖經原嗰個講到咧係隻獸啊，有隻獸會出咗嚟嘅。呢隻獸就係得基督。佢咧喺世界末日嘅前夕會出現一位政治嘅領袖，佢亦都係一個宗教領袖，因為佢做好多神蹟喺度可以。好啦，咁樣咧傳統嘅聖經嘅學者講咧係西方出嘅，因為當時東西羅馬歐洲係西羅馬啊嘛，係嘛？所以話有十國出現喎，咁所以咧就點啊？咁啊邊個十國啊？咁啊梗係歐洲散晒嗰度出現咗一個好勁嘅領導統治咗3個國家，因為聖經記得喺但以理嘅法報裏面第4首咧。係最後隻手咧有10隻國㗎嘛，跟住有一隻國突然間產生，跟住滅咗剩多3隻國嘛。咁嗰度咧就係咧，所以啲人就預言會唔會歐洲羅馬帝國嗰度有10隻呢一個嘅散好多國家啊嘛？每個10個歐盟國家裏面有3個臨尾即係俾人推翻咗，諸如此類統一咗，諸如此類出現咗基督咧咁樣。但係其實除咗西羅馬，仲有東羅馬嘅喎，東羅馬帝國嘅喎，係咪先？咁所以會唔會嗰個領袖係喺中東嘅10個國家裏面都係散晒好多國家嘛？出現咗3個合併冇住出現咗喺中東出現嘅領袖咧，係咪一定會喺歐洲出現咧？因為佢將會帶領大軍去打以色列喎。咁無啦歐洲打以色列又唔係好似喎，中東打以色列似好多喎，係咪先？咁所以咧，究竟個領袖會喺西方出現定中東出現咧？唔知。咁傳統寫法咧，啲人就西方啲傳嗰啲學者寫一啲啦。聖經講呢個領袖嘅特色咧，佢喺全球10國裏面興起出嚟嘅，佢會制服其中3國。好啦，咁佢會控制全球經濟，佢會以色列簽咗和約，俾佢重建聖殿，即係話咧理論上咧，而家屹立喺聖殿山嗰個嘅回教寺應該係冇用嘅。啲人傳言以色列好想伊朗炸嘅時候，去假借伊朗名義自己炸佢，咁咧就係跟住同啲打仗打到即場㗎啦。咁總之咧係會重建聖殿，即係話而家喺聖殿山上嗰個回教寺應該拆咗佢。但係一拆好大件事啦，好大件事。好啦，咁咧就會恢復建制嘅，將佢俾佢，即係話俾咗佢容許去建聖殿，俾佢恢復建制。好啦，而家係伊斯蘭嘅清真寺嚟嘅，重建聖殿會產生嚴重嘅宗教衝突。好啦，佢將會統治全世界。頭嗰3年半係會遵守和約，後嗰3年半就係毀約，終止建制，同埋咧係會同聖徒爭戰，並且得勝，殺咗好多聖徒嘅。好啦，佢會坐喺聖殿裏自稱嘅神，會説誇大嘅説話，非信徒咧都會跟佢拜佢。好啦，咁樣咧當中除咗呢一個敵基督咧，仲會出現咗第2隻獸。第2隻獸咧叫做假先知。好啦，佢會輔助敵基督，佢應該係一個宗教領袖。因為話係假先知嘛，聖經都講係第2隻獸係假先知，佢會負責做多神蹟奇事，迷惑眾人，嗌佢哋跟呢個敵基督。好啦，佢會推行獸嘅政策，邊個唔受獸嘅嘅就會被殺。OK， 亦都賣冇得做買賣。好啦，咁樣咧就咧點解敵基督假先重咧係龍撒旦俾權定佢哋係嘛？佢係撒旦啊嘛，我係靈嚟啊嘛，點可以統治世界？佢就委派敵基督同埋假先知。係會即係統治世界咁樣啦。好啦，仲有大淫婦喎，咁大淫婦係乜水嚟咧？又叫巴比倫喎。咁啲人解經家咧就認為佢應該除咗敵基督係應該人嚟嘅，假先知都應該人嚟嘅。我就話我嘅睇法咋，唔一定㗎，你聽下講啊。好啦，咁咧就即係佢哋咧就會諗，跟住咧大淫婦係咩咧？應該就係一個文明或者一個經濟制度係指而家嘅全球派金主義啦。
或者係現代經濟擺脫啦，因為佢係要求人受嘅人嘅願意相做買賣嘅。好啦，咁咧係會極度繁榮嘅即係經濟蓬勃嘅亦都控制全球嘅分佈，因為我哋要大家知道政治同經濟掛鈎嘛咁佢而家控制經濟，要控制全球嘅分佈。好啦，跟住咧呢一度咧就睇一睇咧講到咧係咧將來佢3年半就毀約。好啦，咁佢咧喺呢一個佢統治世界期間所謂統治係咩咧？可能佢係臨住啦，好似今日嘅美國咁佢咧就係即係好多嘅同好多人結盟啊嘛，好似北約好多同呢一個嘅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好多啲協定啊嘛。咁當然佢所以統治全球唔係指佢即係話佢話晒事，佢係同好多人簽約嘅，簽咗都約。好啦，咁呢一度咧講到咧係嗰個嘅唔受印記嘅就會被殺害。好啦，第二個係講啲乜嘢？呢一條同呢條第二個他又叫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外人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手一個印記。除了那受印記，有了獸名或有獸名數目的，都不得做買賣。在這裏有智慧，凡有聰明的，可以算計獸的數目，因為這是人的數目，他的數目是666。好，呢度咧話好遠喎，都唔係好知啱咁樣。佢話咧咩將來嘅人咧，如果冇受印記，係唔可以做買賣嘅。我印記印喺邊度印喺額上，印喺手上度。啲人咧估有機會就係晶片，因為你可以冇人身份、易容乜都好，你一出世咧就已經注入咗晶片，咁咧就有咗身份。咁你咧而家你見好多中國都係啦，你唔使帶卡行入去攞走啲嘢，咁自然掃晒 QR code 搞掂晒，出嚟就交白數㗎啦，明唔明啊？因為全部已經網上搞掂。好啦，點解冇印記買唔到啊？因為將來唔會用錢嘅，估計唔用錢，全係咩數碼年代嚟㗎啦。咁你有錢都冇用喎，因為冇現金㗎嘛，係用數碼嘛。而佢係可以咩咧？係封咗你帳號，嗰啲就唔可以買賣。所以被逼我係好慘嘅，因為將來你係冇得做買賣，你做唔到任何嘅物質生活嘅，你可以咩唔係用跟他人數碼交易。所以點解佢話到冇印記唔可以做買賣咧？今日嘅理解就係一個數碼年代，因為我使乜要有印記？我自己做生意，我買嘢15日半日，我都可以換到嘢啊，咪點解唔得咁樣？咁所以咧啲人就認為咧，好似而家咁樣已經冇貨幣，即係冇現金嘅處啦，全部用數碼將來嘅數碼年代咩咧？佢錢咧會註明咗，譬如中國賑災，佢都註明咗第一筆嗰筆錢撥咗出去，第一次買賣只可以買賣夠咗物，你唔可以攤落袋走去即係呢個博彩都未定啦。因為數碼貨幣可以註明佢嘅用途第幾次開始可以用喺乜嘢身上，咩身上全部搞掂晒嘅。好啦，今日已經有條碼啦，有晶片啦，係咪啊？有數位貨幣啦，有電子支付咧，有生物辨識啦 ，AI 監控啦，大數據。咁所以咧，未來話冇印記唔可以做買賣，係唔可以發生呢樣嘢啦。66係咩嚟咧？人嘅數目喎，有啲界經家咁全面啦。佢認為咧，其實歐盟咧已經係每一個人咧俾咗個 number 佢啦，就係3組6個數字。我身份證係有係咪啊6個數字嘅？呢個係記係你係乜人，跟住有另外一組嘅6個數字咧，可能記係邊個地區，另外6個數字咧，可能記埋邊個年代。所以每個人都有個 number 係你 specific 有嘅6就3個6個數字，就代表咗你嘅數字嘅人嘅數字。呢個係其中一啲界監講，唔知係咪咁啦？咁總之將來咧就係點啊？你有即係積晒晶片，全部巴斯已經做緊多研究，係猴子植入晶片好勁嘅，即係百科全書乜都擺晒裏面㗎啦，擺唔晒手嘢。好啦，將來可能係呢啲嘢。好啦，咁我哋之後嘅啦，總之記住將來發生嘅事咧，就係基督係喺經濟上高控制全球啦。咁樣咧就咧啲人咧係要有印記，即係話由呢個晶片轉咗先可以做買賣。好啦，咁咧因為好啦，跟住講聖道變體喎，咁只會幫到呢段啦。未講大災難之前，正話我都而家講係災前被提論，其中一個即係方法。咁究竟係咪一定咁咧？冇人知啊。咁但係因為一間有一句説話令我哋會信呢樣嘢嘅，咁只會幫到呢樣先。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
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以後我們這活着還存留的人，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裏，在空中與主相遇。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好，將來咧會有一個嘅聲音，好大嘅聲響，跟住所有喺基督裏即係信咗耶穌嘅死咗嘅人都必先復活，跟住仲存喺世界上，而係信緊耶穌人咧都一齊升去天上高，即係話所有信徒係會被提。好啦，跟住他會差使者用號筒大聲將他嘅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全球係會招聚晒上天。好啦，就在一霎時、眨眼之間，號筒末次吹響嘅時候咧，因號筒而響啦，死人要復活嘅時候不朽壞，佢哋升天嘅時候咧係會變成一個靈界，即係不朽壞嘅身體，即係耶穌冇一樣咁嘅身體。好啦，點解咁講咧？即係會認為係災字被提咧，因為喺數3章面講咩啊？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試驗嘅時候，保守你免去你嘅試驗。呢聖經裏面講咗免去佢哋嘅試驗喎。咁呢度而家聖經裏面講個被提喎。嗱，啟示錄冇再講被提，係喺呢一個嘅帖前啊、馬太福音啊前講嘅。好啦，咁佢咧，所以 exactly 邊段時候發生？佢講一條細嗰陣時咧，冇講被提呢件事嘅。咁但係聖經又講被提喎。呢度亦都講咗免去嘅試驗喎。咁啲人估就因為大咗人啲錢，所以因為呢個數。好啦，正話講咗，因為啟示錄冇講被提，所以我哋唔知係邊段時候發生。但係估計應該係咁樣。好啦，因為跟住有2個見證人喎，點解得2個見證人少咧？係咪基督徒走晒，剩低2個睇傳光咧？好啦，正話邊個講？是但啦，嚟應該。我要使我那2個見證人穿着毛衣，傳到1260天。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由我從他們口中出來，消滅仇敵。這啲人有權柄，在他們傳道的日子，叫天閉塞不下雨，又有權柄叫水變成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殃攻擊世界。好嗱，即係話講有被提，咁即係話係信徒走晒嘅咯喎。咁即係話咧，仲有班人喺度傳翻咩？外面有2個見證人，佢哋會傳到3年半，160天咧就係3年半。好啦，咁應該係後3年半大災難發生嘅時候，佢哋就喺度諗。嗱，其實應該見到哇，突然間世上冇咗一堆人喎，突然間消失晒喎，應該都信耶穌啦。嗱，點解個敵基督去迷惑咁多人都唔肯信耶穌咧？咁呢2個傳人咧出嚟咧，好有權柄嘅，咁佢哋好多嘅可以做好多神蹟奇事啦。他們作完見證嘅時候咧，那從無底坑裏上落嘅獸就係基督。OK， 嗱，喺無底出面嘅獸有2隻獸啦，第一隻就係基督，就同佢哋爭戰，並且得勝，把佢殺咗2個見證嘅，因為佢都識神跡嘅，敵基督好多神跡嘅都可以。好啦，從各民各族各方各國中有人觀看他們嘅屍首3天半。哇！點解全世界都睇到佢哋嘅屍首係嘛？殺咗佢2人啦，因為咧啲人懷疑係佢哋話亞嘅王，即係好似波西話10災咁啊，即係啲災難會唔會係佢哋嗌降臨災難咧？所以啲人會憎佢哋2個咧，因為好多災難發生，咁所以殺咗佢咧，啲人好開心喎。佢哋咧歡喜快樂死咗啦，可能冇災難咁都未定啊，唔知互相饋贈禮物，有2人死咗啦。當時點解仲唔肯信耶穌咧？點解佢哋仲肯數慶幸殺咗2個見證人咧？仲要全世界睇到喎，咁即係話咧，而家全球廣播，即係以前冇呢樣嘢嘛，而家已經全球廣播成可以即係直播睇晒所有嘢。好啦，過咗3天半，咦復活喎，有生氣從神裏邊進入佢哋呢2個見證人裏邊，佢哋會站起嚟，見到人都好驚，因為呢2個人復活啦。2位先知聽見大聲從天上來，對他們説：上到這裏來，你啲見證啦，全世界都仲肯信就冇辦法啦，咁就上到啦。他們就駕着雲上天，他們嘅仇敵都看見啦。將來好多人信耶穌嘅，因為有人呢一個嘅被提啦，跟住有2個見證人好多神蹟奇事跟住佢哋啦，跟住可能會令好多災難攻擊世界啦。咁所以佢就即係有好多人信耶穌，大嗰班咧會受大迫害，係好慘嘅。好啦，咁樣咧呢度咧跟住講7日7號7碗，7日7號7碗係講緊咩咧？就係即係7個
埃及嘅即係事發生啊。咁有啲係事件，有啲係災難。咁我哋睇睇。好啦，咁咧七印咧先講頭飾啊。第一個係白馬。好啦，騎住白馬，因為通常白馬係基督嘅。咁呢個騎住白馬嘅人咧，係咪基督咧？睇未到啊嘛，基督就所以係基督啦。好啦，咁佢咧就會咧係帶住冠冕征服世界，勝而有勝。咁佢咧會話我滅咗三國啊，佢會即係令到全球都跟佢嘅。好啦，跟住咧戰爭，好似騎住馬呢個人會從地上奪取太平，同好多人咧相殺，饑荒啊，一個銀子買嘅物子，走個油都唔可以糟蹋啊，一銀啊，一個銀幣先可以買一升嘅物子啫。死亡，佢用刀劍啦、饑荒啦、瘟疫啦、野獸啦殺害地上四分之人，因為四分之人冇死到。好啦，呢個就係講緊我七人裏面頭嗰四人，咁即係以基督出現嘅時候，可能會帶佢嘅使命就係呢啲嘢啦。跟住殉道者呼喊，我看見祭壇底下有慚愧神嘅道被殺嘅人一定嗱，佢哋應該升咗天叫做信耶穌班人。咁跟住班信徒被殺咧，就係敵基督係嘛？應該就係即係話跟住有個人信耶穌，佢哋俾敵基督逼迫，跟住咧就殺得好犀利，好多人喺呼喊啊！好啦，咁跟住咧聖經咧就話佢話未夠啦，未夠滿足時間，所以仲會殺人殺到啊！好啦，天地震動。太陽變黑，月亮着血，星辰墜落，山嶺移位，世人有藏，就係天昏地暗，即係地動山變啦。跟住啊，追第七號啦，呢個七人，決完七日之後咧就七號啦，到第一號。第一號咧係點咧？就係冰雹同火跌落地上，地有三分之一毀滅咗，樹有三分之一燒咗，所有青草燒晒。所以佢大災難咧，第一件事就係地、樹、青草。跟住有燒着嘅山叮落大海，可能係啲隕石啦。好啦，海嘅三分之一變咗血，海中生物死咗三分之一，樹都即係派嗰啲船啊，喺嗰度航嘅船都壞三分之一。跟住有大星星，即係嗰啲嘅星象啊，好多隕石啊，可能係跌落地上嘅水源，水源變苦，好多人咧就唔掂啦，因為水源變苦而死嘅。好啦，跟住咧又要星辰同擊打。又要星辰嘅三分之一被擊打，黑暗咗；白晝有三分之一冇光，即係話咧將來可能冇8個鐘頭嘅光啦，可能得翻三分之一。黑夜咧亦都少咗三分之一星啦，都暗咗好多嘅。好啦，跟住咧就點啊？有一粒星咧就係從天上墜落，打開咗無底坑，無底坑咧出咗好多蝗蟲，佢哋咧係會咬人，令到人好受痛苦。啲人係想死嘅，痛到地，或者啲人係求死，但係唔死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嘅，到時即係災難嚟呢個。好啦，跟住咧又會咧釋放咗又弗拉底河4個使者，有騎兵2億，啲人就問：有邊個國家有軍隊2億軍隊咧？中國係嘛？中國咁多人口係嘛？咁有機會係啦咁樣當然係印度有機會咧，唔知啦。印度係南方嘅，東方嘅地方出現咗係嘛？有機會喺呢度。好啦，馬裏面咧係出火啦、煙啦、硫磺啦，殺咗人嘅三分之一。將會有爭戰啊，殺人三分之一。餘民仍犯罪不悔改，聖經預告咗啦，仲有好多人咧係唔肯悔改。好啦，跟住第7號咧就會講兩個見證嗰啲事。好啦，跟住就最後嘅7碗啦，就係最勁嘅災難。好啦，跟住咧第1碗就會倒落地上，令到人生毒瘡。好啦，所有有印記、拜獸像嘅人都會受呢個苦難。好啦，海中咁佢咧會跌病，倒碗落海裏面咧，海會變血。好似死人一樣，所有海中生物死晒，海中生物死晒將會。好啦，所有江河咧上變血，人要有血 ，OK，咁所有飲水人都會受呢個苦難。跟住咧日頭俾人間好熱，可能啲咩太陽黑子啊，最上啲變化啦，就咧係焫燶人，即係烤人去燒，即係好似燒烤咁咧，即係所有咧太唔曬都好似燒烤咁好痛苦嘅。好啦，跟住倒個碗咧落去獸嘅座位上高，整個角度變黑暗。人係痛苦到咬你自殺嘅，即係咬你咁樣。好啦，咁跟住又發翻落呢個江河，令到佢哋咧東方嘅眾王預備道路，可以去哈密多度打仗。好啦，咁樣呢一個嘅3號福靈會照序列講啦。跟住空中就會話成了。好啦，跟住有雷轟、大拋子、大地震、大批風人面傾倒。好啦，咁呢個咧就係7印、7號、7碗所講嘅最後發生嘅事。好啦，跟住咧就係點咧？最嬲嘅一場戰爭好啦，咁我又看見3個孤靈。好啦，即係大災難最嬲嘅時候，
好啦，咁咧就會咧因可能好憎啦，你個咁痛苦，咁就要打你啦咁樣，可能好啦，咁樣咧就咧出到去咧普天下眾王嗰度，叫佢哋咧同呢一個全能嘅神大爭戰，因為佢哋都死都唔信嘛，咁佢哋又話你上帝你罰我喎咁樣，我同你打我咁樣，咁佢哋咧就喺哈米吉多頓嗰個嘅平原嗰度咧聚集。好，咁姊妹幫我呢邊。觀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爭戰都按着公義。在天上的眾軍騎着白馬，穿着細麻衣，又白又潔，跟隨他。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寫着說：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好，跟住咧基督，但係最通常騎住白馬講到基督嘅，咁正話一個咧就係假基督啦，所以就係好啦，咁佢咧就係咧寫住咗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啦。好啦，跟住咧佢睇見獸同地上君王同埋眾軍都聚集，同呢個騎住白馬同埋佢軍兵爭戰。獸的基督假先知將會被擒拿，跟住咧就扔喺地獄裏面，火湖裏面。好啦，期間將嗰啲嘅軍隊就會被殺。好啦，跟住咧就啦，看見咧天使從天降下，手裏拿住無底坑嘅鑰匙，同埋一條大嘅鎖鏈，就捉住條龍，扔咗無底坑。好啦，將無底坑封閉咗，用印住，封咗佢，唔俾佢出嚟。好啦，不得再迷惑列國，等到1000年完咗之後，再暫時釋放。咁將來咁咧都只1000年啫嘛。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嘅道被斬首者嘅靈魂，同埋嗰啲冇拜過獸同獸像，即係仲未死晒嘅，都逼翻進入殺州軍，都未殺咗人嘅。冇喺額上冇喺手上嘅手日記嘅，佢哋都復活咗啦，同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好啦，呢一次係頭一次復活。因為其他嘅人咧係好多冇信耶穌人咧，將來要復活受審判嘅，嗰啲冇復活。呢啲復活咧同作王1000年，1000年咗之後，撒但會被釋放出嚟，將來咧係再迷惑地上人，可能上帝俾你可以決定你仲信耶穌，即係話人會再迷惑你㗎。你係咪真係真心嚟願意去跟上帝？我俾你自由選擇，你可以再跟撒但佢哋。就出現咗多教同馬國嘅爭戰，喺呢度再打第2場戰爭。好啦，跟住咧就咧佢哋咧多如海沙，遍地出嚟圍住聖徒嘅營壘，蒙愛嘅城，唔係自己一站出去哈米吉多頓喎。所以哈米吉多頓係耶穌降臨之嗰陣時打嘅仗，1000年之後會打另外一場仗應該，因為佢哋咧將會迷惑地上人咧出嚟爭戰，仲有好多人唔信耶穌將來被迷惑，就圍住聖徒嘅營同埋蒙愛嘅城。跟住咧，今次咧就你見到啦，上帝親自火從天降下，燒滅在地，魔鬼就會扔喺地獄裏邊，永世就喺地獄裏受苦。好啦，跟住佢看見咧呢個白色大寶座與坐喺上面嘅，我又看見死咗嘅人，無論大小，都站喺寶座前，案卷展開咗啦，並且有另一個案卷就係生命冊，死咗嘅人佢憑住呢個案冊上都所記載嘅生命所做嘅嘢受審判。冇記喺生命冊上嗰個名字咧，就會扔喺火湖裏邊，就喺地獄裏邊。好，今日講咗啦，結束咗咯喎，係咪？咁咧就即係話魔鬼基督全部假先落晒喺火湖裏邊啦。嗰啲唔肯信嘅都落晒火湖裏邊啦。好啦，跟住咧姊妹翻到呢邊啦。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裝飾整齊，等候丈夫。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哭，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好，我哋嘅盼望係咩啊？原來將來上帝會同人居住一同住喺天堂。神喺將來人間，佢會同人一齊居住。我哋要做神嘅子民。佢會同我哋同在。一個愛我哋嘅神。
弟兄姊妹係被傷害嘅一個嘅天國裏面，大家被傷害嘅，神會擦一切嘅眼淚，唔再會有死亡啦，唔再有悲哀啦，哭號疼痛乜都冇晒啦。好啦，唯有可以答應嘅、不信嘅、可憎嘅、殺人嘅、淫亂嘅、行邪術嘅、拜偶像嘅，同一齊説謊話嘅，都會歸喺火湖裏面。其實上帝正話講咗，末日降臨前已經係福音遍傳，跟住再有好多嘅徵兆話晒俾人聽，跟住信徒俾提埋你啦，嗱信咗耶穌俾一定提㗎啦，咁樣都仲唔肯信，咁就即係上帝俾咗好多機會佢哋咧悔改啦。好啦，咁樣咧好啦，跟住咧就係呢一個嘅咁跟住咧就講翻呢一個嘅末日戰爭。好啦，咁咧聖經裏邊咧未發生嘅戰爭仲有3場，其中一場咧就係講喺波格馬國，就係呢個以西結書38、39章。好啦，點解我哋認為呢一個唔係哈米吉頓，但係佢哋打嘅戰場係哈米吉頓？第時咧打嘅唔係全球國家，係咩咧？係北方俄羅斯土耳其伊朗中東、非洲嘅聯盟，佢哋咧埃塞俄比亞、利比亞嗰啲。好啦，佢哋會打以色列。當時咧以色列咧係安然居住嘅，即係佢哋好太平好和平嘅，唔係好似今日炸到七彩㗎啦，好和平咁樣。嗰陣時我咁樣好啦，神咧會親自介入，透過地震啦、瘟疫啦、冰雹啦，係令到佢哋敵軍要自相殘殺。好啦，呢一個咧其中一場大戰。咁呢個唔似哈米吉頓大戰啦，係咪？因為個死法係咁樣死法咁佢哋咧打國家亦都自由嘅，係主要係即係可能係回教同以色列嘅北方、中東、非洲嘅。好啦，第2場戰爭未發生嘅就係哈米吉頓大戰啦。喺災難末期咧寫喺述講嘅呢個即係話呢個以西結書講嘅喺述講嘅災難末期咧基督再臨。當時咧佢喺哈米吉多頓呢個平原裏邊咧係列國，唔係一個國家，亦都唔係淨係中東國家，係列國，全世界嘅國列國，敵基督引誘佢哋一齊咧去打，可能佢哋點話放咗所大災難共同會但係佢都唔肯信喎，咁咪你話有災難同你死過咯咁就係一齊集中咧去同神去搏鬥嘅，對抗敵基督，咁唔夠敵基督打嘅因為佢都做好多神蹟奇事啦。咁但係可能佢又咗佢哋啦，咁佢就唔夠敵基督，但係唔夠真正上帝打啦。基督真正降臨擊敗敵軍嘅，咁所以呢個就同呢個獎爭唔同嘅。第3場係咩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撒旦被困1000年之後復出，迷惑眾嗰個列國。千禧年之後咧，撒旦被釋放之後咧，地上地方4方圍攻聖徒。可能當時好多地方都有聖徒啦，因為好難信耶穌嘛。即係1000年統治之後咁佢哋咧係佢冇話集中喺多地方打，係圍攻聖徒嘅營、蒙愛嘅城，可能好多地方嘅全地4方列國都打嘅咁咧就人數多如海沙嘅，圍攻聖徒嘅營啦同埋蒙愛城啦，將會點變咧？就係火從天降吞滅咗佢哋。撒旦將會被捲入火湖，但係好在會降臨。咁所以咧嚟緊應該有3場大戰嘅估計好啦，咁樣咧，而咧將來嘅死法咧係點咧？呢度講馬軍有200萬，騎馬嘅胸前有夾住火，馬嘅頭好似獅子頭，有火有煙有硫磺從馬口出嚟。呢場災害殺咗人3%。預言我就係講甚至係未發生嘅，其中佢講到未來1點4法，講到呢樣嘢啦。有啲馬喎，有200萬喎，即係2億喎。咁佢哋咧會咧噴火嘅，人咧係死咗3%嘅。好啦，耶和華用災殃攻擊那耶路撒冷爭戰嘅呢個人，必是這樣。佢哋2個站嘅時候咧，肉會冇咗，眼會乾晒，舌會潰爛。好啦，主日子嚟嘅時候好似賊咁預到嘅，賊唔會話俾你聽㗎嘛。所以上帝降臨嘅時候冇人知嘅，突然間大聲響，有形嘅都會被烈火燒化，將會冇晒嗰啲嘢。呢啲嘢以前咧喺即係聖經係耶穌嗰陣時已經降臨咗2000年啦，2026年當時耶穌嗰年代或者係之前舊約所寫嘅，喂2000幾年事喎，冇呢次發生喎，係咪？點解會出現咗有啲咁嘅死法咧？同今日係好相似係咩咧？就係點樣有啲嘢係令到人會突然間點係被烈火燒化喎，冇咗3億人喎，係嘛？咁咧好大機會就係咧個核戰啦，好可能咧就係點今日冇你有類似嘅就係核戰，唯有核戰先能夠即時瞬間令到人燒化咗，同埋死咗3億人口。咁有嗰樣咧就係攜帶核武嘅坦克啦，因為
呢一個嘅約翰嗰個年代冇坦克車啊嘛，佢只係能夠用佢嗰陣時見到嘅戰爭機就係馬突一個頭出嚟嘅，跟住又會噴火嘅，咁你就知道就係坦克車啦，傳咗啲人知啦，啲突支嘢出嚟嘅咁啊。好啦，跟住話咩啊？將來咧係會有呢一個嘅，啲人係會融化咗喎，係咪？眼乾咗、溶咗，有啲就係生化武器啊！因為生化武器咧一噴出嚟就會爛成所有嘢。咁所以咧，今日會發生啲事咧，有機會就係有呢啲武器啦，將來仲會有更加幾半可能有啦。好啦，咁今日嘅美伊戰爭係唔係末日大戰咧？係咪？肯定就唔係啦，因為基督未出現，係嘛？我哋信徒未提，因為如果末日應該未提㗎嘛，亦都未穿大迫害，即係信徒未迫害嘅，唔好諗住我哋而家信到好輕鬆，將來會大迫害。好啦，咁大災難發生，咁未出現呢啲嘢應該唔係。即係呢個只係其中一次陣痛中嘅戰爭。好啦，咁基督徒應唔應該集到以色列啦？佢哋係聖徒喎，同埋佢哋係選民喎。神咧從來唔偏待人。自從士師記開始，以色列都經常被神罰。佢哋殺先知、殺耶穌，死不悔改。佢哋就士師年代係咪？一次佢哋咧就俾人俾呢個敵侵啦，佢就悔改，跟住興起士師救咗佢之後，又去。拜偶像啊，又去做衰嘢，跟住咧又係俾人侵佔，佢入去即係悔改，又興廢個士師。好啦，跟住係點啊？係即係王國俾咗王國佢哋啦，又滅亡咗。後尾係點講咧？係呢一個即係佢哋被分散權力啦，係咪？跟住又屠殺絕咗啲。咁所以咧，上帝從來係唔會話因為即係揀選咗你。你就可以一塵無憂啦，做咩錯事我都會原諒你啦。你悔改，上帝會原諒你，但係上帝係會罰嘅。即使連呢一個嘅摩西都因為發脾氣控制唔到情緒而入唔到迦南地，連摩西都入唔到迦南。諗下上帝會唔會因為你係選民，我就會同你一齊咧？佢哋好善待鄰舍，佢哋好守十誡，係咪？都係十一人，係嘛？佢哋可唔可以逃避神審判咧？咁所以咧，我哋作為一班作基督徒，我哋係咪應該要站喺以色列嗰邊咧？因為係譴責佢哋嘅預罪。好啦，咁最後上帝提醒，上帝聖經話我哋聽咧，將來嘅事佢已經寫講過下俾佢聽啦。佢要我哋咧係警醒。點解啊？原來末世信息要我哋知道話俾佢聽，將來會有大逼迫，將來會有大苦難。你哋咧唔好恐慌。你要警醒，免得入咗迷惑。你會唔會好似咁多人咁戇居居拜咗隻基督咧？你唔好話佢蠢喎，點解咁多人都蠢咧？咁可能我哋都係咁蠢嘅喎，因為我哋唔知將來發生咩事，可能就係話緊光明天使都俾你，或者敵基督，佢係好似基督一樣奇怪光明嘅。好啦，咁樣咧，好似今日呢個仲有好多人覺得美國好好嘅，係咪？大家要睇下知。好啦，我哋要為主作交著作準備。原來上帝話俾你聽，將來咧好似10個童女。佢哋會將來咧，你哋嘅燈裏邊有冇擺定油喺處啊？耶穌將會隨時降臨嘅喎，雖然唔係一刻，但係我哋唔知幾時喎。我哋咧係要點啊？為我哋將來咧主嘅再臨，我哋要交帳作準備。將來我哋會有逼迫、有苦難嘅，為我忍耐到底嘅，我哋會有天國嘅福樂，係嘛？我哋在世係要忍耐，要過聖潔好世嘅生活，都係傳福音，方要遍傳。世界嘅先會出現，你有冇信心被提咧？你係被提嗰個定留低世界上嗰個咧？你有冇信心進入天國咧？你有預備好見主面未咧？主隨時再嚟啦，你嘅燈有冇油咧？咁呢啲都係上帝提醒我哋要注意嘅地方。好，但係我哋記住，無論將來發生咩事，神係説掌權，我哋只要堅定信仰，敬畏同忠誠於呢一個掌權嘅主，唔係世界榮華，亦都唔係地上權勢。我哋知道，我哋將來係會入天國，亦都喺大災難前應允住，係啦。好，咁我哋去到呢度啦，我哋有個祈禱。只不過天父感謝你，已經將末世未來發生嘅事已經寫喺聖經裏面提醒我哋。我哋知道將我哋有苦難，將我哋面對逼迫。你希望我哋能夠作為一個在唔作光，努力去傳揚福音。喺末世降臨之前，我哋唔希望我哋家庭，我哋唔希望世界係會面對咁多嘅苦難，我哋希望能夠盡快將呢方講傳，令到佢哋能夠早日脫離苦難，能夠相信你。因為已經提醒咗我哋，
原來將來我哋面對咁多嘢，將來咧好多戰爭好多成，呢啲就係人嘅罪惡帶嚟嘅。好似今日係以美伊戰爭一樣，無啦啦就去打人哋，無啦啦天崩地裂就去炸人哋，殺咗48個高官。神啊，我哋好多人有好多罪性，為咗我哋嘅私利，我哋去做咗好多定唔應該做嘅事。世界將每一個人嘅罪性而滅亡。求你就提醒我哋作為信徒，我哋應該堅守我哋信仰，亦都努力嘅去將呢方講住，希望世人都能夠得救，脱離呢一個嘅痛苦。感謝聽我祈禱，求你保守我哋免被敵基督，免被呢一個假先知，免被好多嘅話自己係假嘅基督咧係迷惑咗，因為佢哋都識行咗神蹟。願我哋唔單止唔會俾迷惑，亦都唔好愛上世界，而俾世界令到我哋係離開上帝自己。求你就保守我哋能夠懂得警醒，做一個警醒基督徒。感謝聽我祈禱，奉耶穌基督名求。